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差唔多喺50年前，觀眾朋友唔知今日有印象冇？嗰時就睇我哋泰國北部，還有我哋嘅緬甸北部嘅部分，有一批最末撤退歸來台灣嘅國軍，嚇，佢哋當初對我哋講金三角，嚇，台北嘅地方歸來以後。後來我哋嘅政府把以安頓咧睇我哋，譬如講桃園嘅龍崗啦，我哋咧清境農場啦，同時喺屏東還有高雄，嘛有也要幾個新村。我哋今日有請多位嘅來賓係來自我哋屏東美濃，咧我哋許崇德，伊係一個精工社區發展協會嘅理事長，伊係來自我哋咧美濃嘅一個成功社區，還有我哋精忠社區，係兩個社區合放來嘅地方。咁伊係同我哋講，睇下一個合作嘅地方，伊哋一度對意向歸來嘅國軍，伊哋係用啊慢慢嚟去發展出伊哋自家嘅生活方式，同時伊哋嘛紀念到伊哋當初睇幾片嘅一種生活嘅一個樣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來自我哋美濃嘅許崇德，崇德大哥來到現場。崇德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許崇德，來自美濃區軍工社區發展協會。所以我哋泰國來到嚟現場嚇，因為頭我哋一開始嘅時間都講，我哋當初他們50年前嚇，民國差唔多38年到50年中間，如有對我哋嘅緬甸啊，還有我哋嘅泰國嘅北部撤退過來嘅國軍。你可唔可以同我的觀眾朋友大約自我介紹一下你自己好嗎？我們是民國50年的時候年底了，來到台灣啊，輔導會把我們安置在高雄農場啊，就是現在我們住的，叫做有2個村，一個叫做金鐘新村，一個是成功新村。這個成功新村的居民，大部分幾乎都是旅眷，就是先生撤退的時候，這個陣亡啊，一部分是義民跟隨部隊過來的。金鐘新村的居民居住的都是軍官，年輕的單身軍官啊，大概當時來台。大概就情形是這樣。那幾時間來到台灣的時間，你多細啊？12歲。12歲是來到台灣。那幾時間對能講緬甸的幾時來的時間係坐飛機咯，還是坐船的來？坐老母雞，老母雞。老母雞那個時候的運輸機。運輸機，佢幾時間？你這個12歲其實到台灣的時間，係直接念國中嗎？還是有在小學念了一下？因為我個人的話，在緬甸有讀華僑小學，所以來的時候就直接插班到4年級，從開始學 po po mo fo， 所以我很多很多搞不太清楚啊。但是有的沒有讀書的，12歲或者11歲，還是從1年級開始念起。所以在那時候是在基陽國小，我們年齡都比較長嘛。雖然是1年級，但都是走路，到學校去學習。那後來如直接喺美濃到國中，一直到高中，係咪？我那個年代還有考試嘛，考試很順利的進入美濃初中就讀，3年畢業了以後，因為經濟的壓力，我們那個年代，比如說讀初中，如果說你沒有繳學費，是沒有註冊了，就不能去上學，不像現在的政府經費比較寬裕，實施國民教育以後，就上學了2個月才開始繳學費，所以我們那時候經濟比較困難，所以3年畢業以後，我就本來想去
做老师，因为美容我们同学很多都去考老师啊，都去读师范学校了，那个时候叫师范学院，师专，有的去大部分什么都到台东花莲，我那个年代的同学很多都去那边去了，我的话就直接去报考军校，从军。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的压力。其实就读军教吧，其实一方面可以政府会学一个生意咧，同时吧，其实对陆卡嘛有一些补助啦哈。可是其实唔单止讲嗰種美容嘅話，嗰種人都讀呢師範專科學校，按如去選擇去讀軍教。那個時候你在美濃的時候，隔壁很多客家的朋友吧？很多我的像我们很多同學，我去到私校以後，我們美容的。在我们队里面，我们是一个队有分3个中队。我的印象，我5、6个，甚至于，应该是好多人了。后来我们毕业了以后，50年，我有再联系我们同学这个在美容的拿着我们的。这个叫做毕业纪念册了，在美容来一个一个联络同學這樣。嗰時我哋今日嘅節目地位啊，你發現到講，我係可以用客話來每個人從的態度嗬。雖然從大家講客話唔係講，而即係講我唔係講鬼嗬，但是而談嘅一部分嗬，完全冇問題。嗰時其實人係咪我開始練習到，要談客話講客話嘅部分咯。同學之間下課以後都會講客話，但是在小學的時候，因為小學的時候有推行國語嘛，推行國語，大家都在講國語，所以學習的不太多。但是到了美容初中以後，就學習的比較多。後來去從軍了以後，慢慢又把客家話忘掉。同人來講，其實對於我哋緬甸啊，或者到台灣以後，其實能帶嘅東西啊，冇幾多嗬。可是那個村莊地方，當初很容易去建立一個自己的村莊的呢。當然，進駐村莊以前有很多過程但是到達村莊以後，這個基本上政府已經那個輔導會已經把每個家。這個按照人口的比例來分配你住的地方住的地方都基本上都蓋好了。蓋房子的是有好像是阿兵哥的工兵部隊來幫我們蓋的。一個家大概是4到5坪4到5坪。按照人口數來講，像我們成功新村來講，大部分是漁眷嘛，漁眷就是，基本上就媽媽帶着2個小孩有的是1個小孩，有男有女3個小孩的不太多就住在政府配好的，有2家共用一個廁所共用一個公共廁所。然後一個4、5坪的住房子的住的房子就有瓦片。我們社區當初進到成功新村的那個配的那個房子，目前還有保留有一間保留在那邊，作為最近到社區來旅遊一日農夫的來參觀的。作為一個景點移過去的這個，也係一個幾好嘅紀念啦，至少紀念講，幾時嘅台灣人來台灣嘅時候，其實你哋個辛苦雖然講到咗台灣咧，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譬如講，唔像我哋講幾時嘅會去泰國北部啦、緬甸嘅嗰度，我哋講國軍，大部分係咪雲南貴族嘅片人啊？大部分都是雲南，像。我說的士官兵，那個村幾乎都是雲南少數民族，這個政府軍車到緬甸那邊都是這個沒有辦法帶家眷嘛，就到那邊以後幾乎都是起的
都是少数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批来的这个民族就比较多，国际也4国9族啊，讲是现在比较多的统计就是9族啊，4个国家的人民。呀，4國9族呀，4國係哪4國啦？寮國、泰國、緬甸跟中國。哦，嗰時其實寮國、泰國、緬甸還有中國呀4國的人啊，哈，有9族，好多人呢，泰國有講到講，其實嗰度雲南嘅一個少數嘅民族，咁一4國的民族，伊哋食的東西其實同我哋台灣的人食的冇同共樣嘅嗬，口味冇同共樣，不一樣，跟就像我們鄰近的客家朋友來講，差別蠻大的。像我舉一個很簡單的食材啊，像美容種很多香蕉嘛，它那個花蕾，下面的花蕾都是丟掉啊，香蕉花，但是我們就可以那個就可以做食材。哦，係哦，究竟安樣嘅食喏？把它裡面有花蕾嘛，花蕾取下來，裡面有它的花枝，把它因為那個比較苦，把它去掉，去掉以後就可以入菜了，就做成一道菜。用炒的咧，還是煮麵哦？用炒的。用炒的咧，哦，係哦。因為像我哋來講嘅話，我哋可能我哋講薑就好痛啦，嗬，剁起以後都全部都切起嚟，哦，我哋啲薑就花唔可以用麵來用，但是我哋真係可以睇我哋咧，泰國緬甸咧，啲菜地方都發現到講，啲炒薑就花嘅一套菜。嗰時當初對我哋泰國、緬甸還有寮國歸來嘅國權地方，唔單止把自家嘅綠卡帶搬來到我哋台灣，同時嘛把伊哋故鄉嘅味道帶過來我哋台灣。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過精彩嘅故事。翻過來，福起來，收到節目，我哋來自高雄美濃精工社區發展協會嘅啟動的，我哋去從的理事長來到嚟現場同人講，伊哋當初很樣嘅對我哋嘅建三講，去插對到我哋台灣咧。我想請問一下我哋理事長吼，因為頭先有講到講，我哋對插對台灣嘅社區地方有4國9族嘛，嗬，可能地講其實入邊頭先咪講到嘅係雲南嘅嗰啲少數民族，嗬，伊哋食啲口味啦，嗬，同埋啲福建嘅客家種都冇共樣，伊哋食材嘛冇共樣。創得出呢一本書，嗬，正常精工店面嘅一本書，當初我想出一本書咯。因為我們社區成立得蠻早的，說早期我們沒有參加農村再生以前，我們就常常的做一些活動，比如說媽媽母親節啦，我們就發動每一家做自己的家鄉菜，做一道來，在我們的社區展現，讓大家來品嘗，品嘗這個每一家做的飲料啦、飲食啊，哈，這個就讓大家歡歡喜喜的過一次的母親節，我覺得這種效果還蠻好的。後來，這個我們也利用社會局的資源啊，我們也寫了計劃做，也是舌尖上的回憶了哈。這個讓婆婆媽媽來參與，也是讓大家來把自己的菜。自己做的菜展現出來啊，展現出來，也是做了一次活動啊。經過這幾次了，已經好幾次，我一下子忘記幾次的活動以後，認為這個我們可以將我們的這種文化、飲食文化來流傳下去。剛好政府又在積極的推動這個農村再生嘛，然後看我們隔壁的。同樣的興國社區，他們都有參加
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我们就积极的这个向水保局报名，那开始了我们农村再生的这个上课，上了196个小时的课，成为4个阶段，4个阶段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按照4个阶段完成以后，我们就做成4年的计划。这个经过有关部门审核通过了以后，我们就每年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在执行。那经过喺4年计划地步嘅启动人啊，第1年我们就开始按照我们申请计划的内容来做一个我们这个社区的文化墙的这个展现啊，就是一些我们的故事，把它展现在文化墙上面啊，围墙上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将我们的饮食啊，希望能做成一本书啊。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将我们的历史大家回顾，因为慢慢第1代都凋零了啊，都这个离开了，所以我们趁这个有这个经费计划，把我们这个计划这个历史留下来，让后面的这些子孙能够了解我们如何到达这个村这里面啊，所以就做了一个食谱跟一个口述历史啊，口述历史的这个历史是，就是它的书名叫做《石滩上的建家园》。可是等于如果其实因为我哋参加嘅农村再生计划以后，你慢慢的，唔單止有一啲即個嘅佢講嘅一啲上頭，我能可以布置到我哋即個差距，同時喺第1年、第3年嘅時間嘛，出嚟有2本書。啊，講半到幾貼咧講，你想頭我哋咧泰國講，譬如說我哋屏東嘅話，都有定遠跟信國，2個也是當初從滇緬我們撤退回台的一個我們的官兵所組成的一個社區。那我哋這個係感覺到都講，伊哋這是喺飲食上面都同我哋菜地嘅文化都完全冇共樣。最貼切的都講，伊哋對於香草的使用這部分，好。我覺得真的就是比我們台灣在地的其他的，譬如說不管是客家人啊、閩南人來說，香草的使用方面真的是你們使用的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妙。可是能當初做乜我想要用香草呀部分變成你的發展的沖掉。我們社區來說，因為成功新村來講，居民傣族媽媽蠻多的，媽媽都很喜歡做這些香草的這個飲食嘛，這個而且每一家都幾乎啦都會種一些常用的、常常可以入菜的一些香草啊。這樣的話，我們才在社區才想到，為什麼我們不來這個把它這種香草的飲食啊，能夠推廣出去，推廣出去。所以我們這幾年就利用農村再生的計劃，就辦了一些活動。像我們109年，我們就用我們的主題就是傣族孔雀宴啊，就用做成這個食材，然後對外推廣啊。110年，我們就用，剛好是牛年，我們就起我們的主題為這個佤族水牛宴啊，就用了一個
无共样的名的哈，但是无共样的内容哈。但是第二个也无共样的发通底杯，都是以我们就展现，不管是傣族或者是佤族，甚至是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一个算是宴席菜，好，甚至是同时是它的日常菜的一个部分。刚才像我抢问一下人的历史中，譬如讲，从你这个因为讲，提下台湾菜底杯呀，有哪一道菜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我们这个食材基本上都是很健康的，是，也很自然的食材啊，没有添加任何物，所以我们这几次办的几次活动，只要一推出，啊，很快在2个礼拜内，通通几乎都销售完了啊，都订光了。大家最喜欢就是像豌豆凉粉啦，豌豆凉粉，因为它一看起来就是绿色、健康的食材啊。提供啊，你家可以你的沙琪可以吃得到豌豆凉粉，这平常去就吃得到吗？平常去吃不到，吃不到，礼拜6、礼拜天才有。我当初为了吃豌豆凉粉，还跑去桃园。还有譬如啊，嗰度买云南的米线、米干啊，这边吃得到吗？都有，都有，米干、米线，现在也是很多观众喜欢的食材了，食材。人提供其实人头都讲的呀，米的妈妈有一个自家的一个素路菜嘛，吼，俺他妈有一个沙琪的厨房，当初我想要设一个沙琪的厨房。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推出了这个妈妈，大家集中手艺拍成了我们的食谱，对，然后也有像日光小林社区有在做厨房，他们做厨房，我们妈妈厨房啊，我们也特别把我们的妈妈带去那边观摩一下，回来以后我们就做成这个计划，把我们的厨房，妈妈厨房成立起来。因为我们妈妈厨房，我们自己有现成的这个地方嘛，成立起来以后，这个当然刚开始这个疫情大家都不敢来不敢来，但是我们后来也发动妈妈，大家做个人套餐。个人套餐，个人吃个人的，不做团餐。推出以后也蛮受理想的。我们就做的簸箕菜，用小簸箕把食物可以盖起来的网这样盖起来做好了一个端出去自己可以使用这样。一般来讲，亚班人讲沙琪底波妈妈厨房哈。譬如说，我一般的游客想要去品尝这个妈妈厨房，你刚刚说的簸箕菜的话，那我要怎么去品尝到？我要先预定吗？还是？基本上都要预定预定。我们平常日要预定的，我们礼拜5、礼拜6、礼拜天是正常妈妈在经营因为社区厨房每天如果在那边做因为不见得每天都有客人嘛这样，或者是有的一日农夫的到我们周边社区，早上在那边参观游览，中午安排到我们社区吃我们店门美食，这种团也有所以我们现在妈妈厨房经营的还可以可以。嗰時到沙琪地方，其實媽媽做嘅素路菜係你最好嘅享受。就是下我等下我哋咪嗰度郭前菜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高雄美浓精工沙期发生虾皮嘅戏从的泰国劳动的现场，同人讲，伊能当初很容易把店面的米头变成伊等沙期妈妈厨房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输入出来。我说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它差不多111年9年的时间，那嘛成立了一个精工面包烘焙坊，因为我一般会讲面包烘焙坊，但是你会特别讲一个面包烘焙坊，中文我讲面包烘焙坊。我们成立这个面包坊哈，因为当初这个我们社区也有在开发我们的水腌菜嘛，我们水腌菜。这个也做成我们的伴手礼。那种水腌菜啊？水腌菜就是这个芥菜，芥菜制作成的当然制作的过程是有一点点像原料是跟客家的这个酸菜原料是一样的但是制作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制作有一次机会，宝春师傅到美容地区来嘛，他听说我们这边有腌菜了嘛，腌菜，所以说他来我们社区参访然后我也安排我们的有福有机农场的马有福先生来跟他介绍我们的食材那个一些香草料。包括像天成师傅他们一起来，他做西点的，他们也想用我们这个香草料开发了嘛这个机会，那宝春师傅就知道我们这边有腌菜，他就到我们产地去，当场把那个腌菜我们放在瓮里面嘛，拿出来一开，他就觉得很不错，尝，他们。当场就整罐带回去研发研发以后，这个刚好我们有在办活动嘛，研发以后他就开发，在展示嘛，展示，这个机会好像很成功了很成功。那我们社区就向他学习他也安排机会。到他的工坊面包坊，然后找了几个妈妈喜欢做这个烘焙的去学习了一天然后宝春师傅也把他的那个做的秘方不是秘方就是他的配方给我们带回来那我们。这个回来就按照这个制方，请面包一般的老师到社区来制作，大家来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后来大家说，也刚好也可以把我们水腌菜可以入菜嘛，也可以产生一个相辅相成所以就开始筹备说大家来成立这个面包坊。后来这个起名字，我在想面包比较一般啦，我就用我们云南口音就发音就是面包的意思来作为我们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面包这个面其实是云南的口音的发展的方式，就是说念面包的话会变成面包但是唐后来其实也会发展的过程是在过特别的，因为东岸的那吴宝春师傅嘛，东岸的那面包大师，伊都闽南地方讲，那地方也会地方进攻沙区有一个水腌菜，嗰属于去看的水腌菜以后，发现讲，水腌菜各有自家的特色。
好，可以告诉一路团队，把拿过去研究，变成了一种宝诶，然后去教人沙琪的妈妈。好，看做然呢，搞过了以后，人沙琪的妈妈嘛，唱给一般的欣赏的高能用的做宝的嘛，哈。那变成讲，你们现在的社区里面，除了你们之前刚刚有提到一些滇缅的那些小菜是一些伴手礼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面包变成一个伴手礼了。对，所以说除了面包，这个水腌菜以外，我们还这个加入我们一些香草料，的这个原料了，做成小点心小点心，咸咸，有一点，因为香草有的辣辣的嘛，一样辣的啊，这样的口味不是一般做的小点心是甜的，我们是咸的啊。大概以妈妈来讲，我们也希望将来啦，这个能够结合周边的社区、学校一起来做这个教学，可以做相辅相成啊，让我们社区面包房的功能发挥到更大。人都更加好，从一开始因为参加我哋的农村再生，然后出了2本书，一本书记录我哋的食谱，一本係記錄我哋當初了台灣的世界的一種競賽的過程。那同時嘛，又更加嘅沙琪媽媽嘅廚房，同時嘛有一啲烘焙坊。咁從咱哋做到更加位置的話，對於你們金工社區發展協會來說的話，你們未來，不管是說對於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啦，或者是對於滇緬文化的發展，你們有什麼計劃嗎？對於未來的計劃？這個做了這一些的農村再生，給了我們很多資源啊，讓我的社區亮起來啊。當然，我現在也積極的在把我們將來的這些的讓它繼續延下去。我現在也找一些夥伴，年輕的夥伴，慢慢的進入社區來學習，讓我們這些飲食文化也好，或者是故事也好，讓它綿延不斷的這個走下去。因為既然來到美濃了啊，雖然是他鄉，現在已經變成故鄉。咁從這個，譬如講，隔壁全部係客家莊嘛，都是客家村莊嘛。人沙琪屯的客家莊有沒有什麼交流嗎？以我社區來講，我跟客家這個社區交流還蠻多的。他們有活動，我們會去支援。這個他們有旅客會帶到我們這邊來吃。我們有旅客來，除了做我們 DIY 以外，我也會推薦客家的 DIY， 那種馬吉啦，或者是什麼，板哈，做板的呀。因為對幾多位參加農村再生的沙琪來講的話，借由農村再生他們讓整個社區都動員起來了。尤其是你頭頭講按多的事情，不管你是要記錄食譜，或者是記錄以前來台灣的那種生活的樣貌的時候，其實也得文字調查，會動員很多社區的人，動員很多的社區的媽媽，他們要過來一起跟你辦活動，配合那。這樣子的動員，對於社區媽媽的感覺怎麼樣？能有表現的機會，大家都非常的支持啊。還有一個就是，說實在，大家都看這許先生年紀那麼大，就能夠積極的參與社區啊，所以說，影響力也有了，也有。所以，只要有活動，大家都會很熱心的來參與啊。平常當然是看不到了，因為各忙各的了。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算是
崇德大哥的一个扰动啊，好，我们就是说，其实是让整个社区又慢慢的去不管是因为活动而凝聚起来，或者说我们因为要办，不管是烘焙坊啦，或者是厨房的时候，妈妈就会拿出自己的手入菜，我们说手入菜就是我们的拿手菜哈，去让大家去品尝，同时也把我们大家对于滇缅文化的那种所谓的饮食上面的记忆，也就取它保留下来了。但是就像我头头讲的呀，这种几家年纪嘛无按年强的啦哈，一个教育的理事长，因为其实作为理事长规模哈，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接这个理事长？我们在地很久了哈，我在地很久了，因为我一退伍回来就为了妈妈年纪大，以前都常年在外面做兵嘛哈。所以说回来以后，我就一直都留在社区了，留在社区，所以对社区一些的事物，比较了解，比较了解。因为像有从的泰国还有我的沙琪的妈妈的天数哈，穷呀一种大标，把一的其实还搬落去一的沙琪里边，慢慢的变成，哪把还是会继续还得睇下沙琪里边一的地方。我就是从旁协助了以后啊，由他们年轻一辈啊，这个来操作以后，把我们社区长远的走下去。因为农村再生这个计划给了我们社区很多资源啊，很多资源，我们要把这个资源发挥到最大的效益。最大的效益啊！最近看到陆陆续续，回到社区的子弟也好，或是到社区来参观的也好，大家都说环境好，东西好吃啊。虽然讲当初喺撤退到回来嘛，人台湾，但是也几年来喺台湾慢慢的沉淀以后，慢慢的培出这家法。就像我哋头头我哋咧從在泰國講嘅，日久他鄉變故鄉，有片地方已經唔係伊哋異鄉嘅，而咪唔係伊哋異鄉嘅，而係伊哋我哋在地睇台灣嘅台灣人。今杯咁請我哋從在泰國隆重嘅現場，嚟分享按到唔同進攻沙期嘅故事。謝謝主持人啊，也謝謝觀眾，歡迎大家以後有機會到社區走走。聽我們的故事，吃我們社區的美食，絕對讓大家滿意。休息一下哦，再聽下咱現場來傾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